馬太福音第一集，第1章至第2章，廣東話朗讀，繁體字幕，願主的話語安慰你，加力量給你。馬太福音第1章，第1節，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大衛的子孫，後裔子孫原文都作兒子下同，耶穌基督的家譜。第2節，亞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。第3節，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，法勒斯生希斯倫，希斯倫生亞蘭。第4節，亞蘭生亞米拿達，亞米拿達生拿順，拿順生撒門。第5節，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，俄備得生耶西。第6節，耶西生大衛王，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。第7節，所羅門生羅波安，羅波安生亞比雅，亞比雅生亞撒。第8節，亞撒生約沙法，約沙法生約蘭，約蘭生烏西亞。第9節，烏西亞生約坦，約坦生亞哈斯，亞哈斯生希西家。第10節，希西家生瑪拿西，瑪拿西生亞門，亞門生約西亞。第11節，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，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。第12節，遷到巴比倫之後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，撒拉鐵生所羅巴伯。第13節，所羅巴伯生亞比玉，亞比玉生以利亞敬，以利亞敬生亞所。第14節，亞所生撒督，撒督生亞金，亞金生以律。第15節，以律生以利亞撒，以利亞撒生馬但，馬但生雅各。第16節，雅各生約瑟，就是瑪利亞的丈夫，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。第17節，這樣，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14代，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14代，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第18節，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，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，還沒有迎娶，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第19節，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第20節，正思念這事的時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，說：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，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第21節，他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。第22節，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。第23節，說，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。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。第24節，約瑟醒了，起來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。第25節，只是沒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兒子，有古卷，等他生了頭胎的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耶穌。馬太福音第2章，第1節，當希律王的時候，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，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，說，第2節，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第3節，希律王聽見了，
就心裏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第四節，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，問他們說：基督當生在何處？第五節，他們回答說：在猶太的伯利恆，因為有先知記着說。第六節，猶大地的伯利恆啊，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，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，牧養我以色列民。第七節，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，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。第八節，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，說：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，尋到了，就來報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第九節，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，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頭停住了。第十節，他們看見那星，就大大的歡喜。第十一節，進了房子，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瑪利亞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開寶盒，拿黃金、乳香、沒藥為禮物獻給他。第十二節，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，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。第十三節，他們去後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，說：起來，帶着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，住在那裏，等我吩咐你，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，要除滅他。第十四節，約瑟就起來，夜間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。第十五節，住在那裏，直到希律死了，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，說：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。第十六節，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發怒，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，凡2歲以裏的，都殺盡了。第十七節，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，說。第十八節，在拉瑪聽見號啕大哭的聲音，是拉結哭他兒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為他們都不在了。第十九節，希律死了以後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，說。第20節，起來，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，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。第21節，約瑟就起來，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。第22節，只因聽見亞基老接着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，就怕往那裏去。又在夢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。第23節，到了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裏。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，他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。本集馬太福音第1至第2章已經讀完，願主的話語安慰你，加力量給你。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，馬太福音第3至第4章。